大家好，歡迎收睇 Fortune Insight 今日速報。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會為大家報導3宗消息，分別係廉政公署同警方聯合大舉掃蕩本地足球圈打假波同收受外圍賭注集團。恒大前行政總裁夏海軍資產被凍結後，嫌5萬蚊生活費太少，要求加到30幾萬。同埋九龍灣運動場發生奪命工業意外，有修路工人被工程車剪斃。第一單猛料，本地足球圈又再爆出打假波醜聞。今次仲要係廉政公署同埋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即係大家俗稱嘅堂記，一齊聯手做嘢。喺6月23號，執法部門展開咗一個代號叫做雙刃嘅聯合反罪惡行動。成功瓦解咗一個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嘅大型犯罪集團。呢個集團涉嫌經營非法外圍賭博，仲要透過貪污手段操縱球員喺本地足球賽事入面打假波，從中獲利。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咗19個人，年齡介乎22至58歲。當中包括犯罪集團嘅首腦同埋骨幹成員。喺呢班被捕人士入面，有9個都係本地足球圈嘅人，當中有2個係足球隊教練，分別教緊甲組球隊同埋港超聯22青年軍。其餘7個人就係球員，有3個係甲組球員，仲有1個曾經踢過唔同級別賽事，之後轉行做俗稱艇仔嘅外圍中間人。呢個犯罪集團嘅運作模式真係非常有組織。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吳兆基同總調查主任卓偉基，聯同警方狂記警司周志軒同埋總督察何恩傑喺記者會度講到，呢個集團運作咗大約2至3年，牽涉嘅本地球賽主要集中喺過去2個球季，即係2024至2025年度同埋2025至2026年度嘅賽事。佢哋一方面會開設大量帳戶，交俾啲球員去管理同埋收受外圍賭注。落注嘅項目除咗本地職業聯賽，仲包括海外職業賽事，甚至連世界盃賽事都照殺。根據警方初步估計，呢個集團涉及嘅外圍賭款高達600萬港元。最令球迷心痛嘅係，呢班人為咗贏錢，竟然收買球員喺比賽入面造假。廉署喺香港足球總會專家嘅協助之下，翻睇咗好多場比賽片段，逐個細節拆解，終於揾出打假波嘅蛛絲馬跡，然後順藤摸瓜咁接觸相關球員。其中一個好誇張嘅例子，就係有艇仔收咗賭客幾十萬嘅外圍賭注之後，就攞一筆錢出嚟賄賂落場踢嘅球員，要求佢哋故意輸波，或者做出特定賽果，即係俗稱嘅造市，最終令啲買錯邊嘅無辜投注者輸清光。而個犯罪集團就坐收漁人之利，賺到盤滿缽滿。警方喺6月23號凌晨採取拘捕行動，以串謀收受賭注呢啲罪名拉咗11個男女，包括9男2女。佢哋有啲報稱係現役球員，有啲就係家庭主婦同司機。當中有5個人證實係集團骨幹同大賭客，而廉署嗰邊亦都拉咗一批人。其中一個24歲嘅後生仔，更加因為同時牽涉貪污同非法賭博，俾廉署同警方一齊拘捕，可以話係罪加一等。行動期間，警方仲去咗旺角區一間足球會辦公室搜查，喺入面拉咗一個女人，當場檢獲12萬蚊現金賭款、大批波籃子、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同大量銀行轉帳記錄。廉署人員亦都搜查咗超過10個疑犯住所，帶走咗好多證物。呢次聯合行動充分顯示咗執法部門打擊本地體育界貪污同非法賭博嘅決心，絕對唔會容忍任何人破壞香港足球嘅公平競技環境。相信隨住調查繼續深入，可能仲會有更多人落網，甚至會揭發更多不為人知嘅球圈黑幕。球迷同普羅大眾都非常關注案件嘅後續發展。第2單猛料，我哋轉去睇下商界同一單官司嘅最新發展。大家都知道中國恒大集團因為爆雷而被法庭頒令清盤，呢場風暴牽連甚廣，
好多恒大高層都周身蟻。高等法院早前就下令凍結恒大創辦人許家印、佢前妻丁玉梅，仲有前行政總裁夏海軍等人名下高達600億港元嘅全球資產，同時下令佢哋必須全面披露自己嘅資產狀況。不過呢位前行政總裁夏海軍就被指隱瞞咗大約5億8千萬港元嘅資產。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喺舊年已經委任咗獨立接管人，全面接管、調查、識別同保存夏海軍名下嘅所有資產。但係夏海軍對呢個安排好不滿，最近仲上庭要求加碼生活費。原本接管人經過評估之後，定咗夏海軍每個月嘅生活費上限係5萬港元。夏海軍一方嘅代表律師，即係資深大律師文本立，就喺庭上大吐苦水，質疑接管人提出嘅5萬蚊限額實在太低、太苛刻。律師話，接管人根本冇考慮過夏海軍一直以嚟嘅日常支出水平同埋實際生活情況。因為喺接管人接手之前，夏海軍每個月嘅生活費係超過43000美金，折合大約335000港元。而家突然減到得返5萬蚊，根本就維持唔到佢現時嘅基本生活。所以佢哋正式向法庭申請，要求將每個月嘅生活費上限大幅調整返去335000港元。對於夏海軍呢個要求，代表中國恒大集團一方嘅資深大律師萬崇禮就強烈反對。恒大一方喺庭上踢爆，夏海軍一直以嚟都唔肯好好遵從法庭嘅資產披露令，成日用唔同嘅法律程序拖延時間。最離譜嘅係，接管人調查發現，夏海軍竟然無視法庭嘅資產凍結令，私底下大舉轉移資金。喺2024年，佢將高達6100萬美金，即係大約4億7500萬港元，轉入一個叫做年嘅戶口。仲設立埋信託基金，之後又將1700萬美金，大約1億3300萬港元轉入另一個叫做崇遼嘅戶口。去到2025年，佢仲透過美國運通信用卡豪花咗30萬美金，即係成1200萬港元去消費。恒大一方炮轟夏海軍，根本就係抱住一種有本事就嚟捉我嘅傲慢心態，不斷放任自己揮霍。佢要求個30幾萬生活費，根本就唔係一般人嘅日常支出，所以強烈要求法庭拒絕佢嘅申請。恒大仲要求夏海軍必須就佢聲稱嘅醫療保險、稅務同埋會計費用提供實質證據。面對恒大嘅指控，夏海軍一方就死撐，話嗰幾千萬美金嘅交易絕對唔係為咗分散財產。佢哋解釋話，設立信託同埋買入清水灣物業，受益人都係佢啲仔女，屬於非常合理嘅家庭財務安排。至於30幾萬生活費點樣用，律師就列舉咗一啲佢認為係必須嘅開支，例如要買 Divia 名牌手袋俾個女，又要幫個仔交昂貴嘅學費。律師重申，現時嘅狀態只係凍結資產，而唔係破產。夏海軍絕對有需要，亦都有權利去維持佢過往一貫嘅富裕生活水平。5萬蚊一個月實在係太過唔切實際。法官高浩文聽完雙方嘅陳詞之後，直言從表面證供睇嚟，夏海軍的而且確好明顯有違反過資產凍結令嘅行為。至於會唔會批准佢增加生活費嘅申請，法官就話需要多啲時間去詳細考慮所有法律觀點同埋證據，將會擇日頒布書面判詞。呢單案真係令普羅大眾大開眼界，原來超級富豪眼中嘅基本生活係包埋買幾萬蚊一個嘅名牌手袋。第三單猛料，我哋轉去關注一宗令人非常痛心嘅奪命工業意外。事發喺今日，即係6月26號朝早8點58分左右，警方接獲報案，指喺九龍灣運動場入面發生咗一宗非常嚴重嘅意外。根據現場消息指，當時有一名男性工人喺運動場嘅跑步徑位置做緊嘢，期間一部負責鋪設瀝青嘅道路工程車喺度行駛，懷疑因為視線受阻或者其他原因，工程車竟然直情輾過咗呢名男工人。個男工人被重型工程車輾過之後，成個人被捲咗入車底，卡住咗喺入面，動彈不得。由於工程車嘅重量非常驚人，男工人嘅頭部受到極之嚴重嘅創傷，旁邊其他工友見狀大驚，即刻打電話報警求助。
消防員同埋救護員接報之後，火速趕到現場進行救援。消防員要用特別工具，小心翼翼咁將被困嘅男工人由車底救出嚟，但係非常不幸，因為男工人嘅頭部傷勢實在太過嚴重。救護員經過初步檢驗之後，當場證實佢已經不治身亡，連送院搶救嘅機會都冇。警方隨即封鎖咗現場進行深入調查。由現場拍攝到嘅相片可以見到，肇事嘅道路工程車停咗喺跑步徑嘅一邊。消防員用一大塊紅布遮蓋住工程車嘅左邊車頭位置，相信就係剪過死者嘅致命位置。大批警員喺現場搜證，並且向喺場嘅其他工人錄取口供，嘗試還原意外發生嘅經過。警方將案件初步列作工業意外處理，並且即場向肇事工程車嘅操作員詳細問話，了解當時嘅車速、視線有冇死角，同埋有冇做足安全措施等等。死者嘅家屬接到噩耗之後，趕到九龍灣運動場了解情況，佢哋情緒非常激動，悲痛欲絕。工業傷亡權益會嘅職員亦都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向死者家屬提供即時嘅情緒支援同埋跟進善後工作。其實大家如果最近有去開九龍灣嗰頭，或者上網查過康文署嘅資料，都會知道九龍灣運動場由今年嘅1月2號開始，一直到今年嘅9月29號，都會暫停開放俾公眾使用。原因就係要進行大規模全面翻新工程，當中包括重鋪田徑跑道。所以今次出事嘅位置，正正就係進行緊維修工程嘅跑步徑。呢類重型機械喺工地入面操作，風險本身就極之高。勞工處接報之後，亦都即刻派咗職業安全主任去現場了解情況。佢哋會徹查肇事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喺施工期間有冇嚴格遵守所有職業安全健康守則，例如有冇安排足夠嘅引路員協助工程車倒車或者移動，地盤嘅安全管理系統有冇漏洞等等。如果發現有人為疏忽或者違規，絕對會依法檢控相關負責人。呢單悲劇再一次敲響咗工業安全嘅警鐘，每一條人命背後都係一個家庭。真係希望承建商同工友都可以時刻提高警覺，唔好為咗趕工而忽略安全，避免同類慘劇再次發生。多謝收睇 Fortune Insight 今日速報。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如果大家面對港股同美股而家咁難搞嘅市況，覺得有啲不知所措，想學多啲嘢，又想參考各大股票名家嘅即時操盤心得，可以考慮訂閱 Fortune Insight Prime。另外，你亦可以直接聯絡90後投資經理亞賢幫手做資產管理。喺下面資訊欄填一填張 Google Form 就得。喺香港生存，一定要知多啲金融黑幕、內幕爆料同埋經濟投資專業知識。現金流有壓力，有個方法教你零成本賺銀行錢，仲可以套現到170萬，利用信用卡免息分期賺積分，再賺埋高達10萬蚊利息。請即刻訂閱渾水財經 Channel Patreon， 資訊欄一樣有訂閱連結。希望可以喺呢啲產品度見到大家，再見。